睇下我見到啲乜嘢？我見到有一對青蛙喺度交配，究竟佢係咩品種嘅青蛙嚟㗎？哦，原來係香港不常見嘅青蛙，色文姬蛙。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生態攝影頻道，我係黃正傑。今集嘅奇妙大自然將會同大家介紹香港不常見嘅青蛙，色文姬蛙。剛才嘅叫聲就係色文姬蛙嘅叫聲啦。每當繁殖季節，雄性嘅青蛙就透過壓迫肺部，讓空氣流通氣管，震動聲帶，並靠着口腔或咽喉處嘅鳴囊，像氣球般脹縮來鳴放大聲音，透過發出洪亮嘅聲音來吸引雌性嘅青蛙。青蛙嘅叫聲除咗係吸引異性用來交配之外呢，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宣示地盤啦，警告其他雄性嘅青蛙唔好入侵我嘅範圍。咁每一種青蛙都有唔同嘅叫聲，咁就可以憑聲音去辨認到呢一隻青蛙是哪一個品種。今集嘅影片已完結，感謝各位觀眾嘅觀看，我哋下條影片繼續見，拜拜。